哎，大家安不安？大家晚安啊！啊，sorry，晚安各位，现在应该算晚上吧。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进行这个上次选了那个连续选了8个2选1，但是其实没有全部玩完的这个谐音梗招牌2选1。我们现在4个人里面有3个人还没吃晚餐，有1个人吃了。好，我也还没吃。我应该等一下谐音梗招牌选完之后，可能还要选蛮久的。选完之后再来吃晚餐吧。大家好啊！我的猫猫最可爱的，你好，那是早餐菜单吗？对，我前多久以前啊？上礼拜吗？好像上礼拜吧，我有开一个那个台语早餐台啊，不对了，台语早安台。对，那个时候就给大家一个早餐店的气氛。那时候有用到这个背景啊，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要选这个谐音梗招牌嘛。那想到招牌，就会想到一些早餐店，或是午餐店，或是晚餐店，就感觉好像还蛮适合的，所以我就让大家再看一下这个背景。对啊，太贵了是吗？还好吧，我这里面可是加了满满的爱，这个爱是无价的，所以这样已经很便宜了，好不好？吃不起没关系，那个可以，本店可以带外食，可以不要，可以不点餐就可以来做哈，没事，不要紧张。好，啊，那我们就赶紧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要选的这个，等一下在这里，我们今天的台湾谐音梗招牌2选1，太棒了！我本人呢也是一个非常热爱谐音笑话的宝箱怪，所以这个对于这种有谐音梗的招牌呢，也是没有什么抵抗力啦。对，然后等一下，它这里面到底有几个选项？好像很多87个吗？87个吗？不能再多了，这也是谐音的一环吗？真的假的？太用心了吧！这个2选1测验。好，如果大家觉得我今天听起来就是比较没精神，或是声音怪怪的，那就是因为我感冒了。谢谢大家。最近好像很多人感冒哦，那终究我也是难逃一劫。阿咪，所以我暗算要吃啥，也不知呢。还在想，要在想，那这样想无，我就去找迄个爱真实，因为我按算今日可能嘛会开到8点以后，应该也会超过8点啊。大家知道爱真实8点后优惠比较多，爱真实8点后就是65折，我可能会去捡看有什么。啊，捡不到就理还乱，不是捡不到就再想想，就再看要吃啥。不是，你要吃啥？你要给大家评判一下不？你要吃什么？大家可以开始想晚餐吃什么。好啊，大家一边想我们一边来看看今天这些非常精美的87个，有87个，好多87个谐音梗招牌，这个非常非常精彩的阵容，到底有哪些招牌呢？我们来看看，开始 start。好杰西卡吗？我觉得还好。你不知下晡吃汤面吃到喙齿破去是怎样？你是吃汤面咬到舌头吗？还是它太烫了？为什么会吃到喙齿破去？怎么回？萌兔奶酪你好啊，我们4初见吗？晚安，安你好。没日头就去困啊？这样子吗？太阳下山就可以睡了，是这样子？那不是等一下就要睡了吗？那也是蛮早的。YouTube 中上也才到位啊？是这样子啊？YouTube，前阵子不能留言吗？真假的？还是绿茶老师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飞机爱保重嘿，一定保重，一定保重。我都有保持在增加体重，应该算是保重了，应该算有。主要是减也减不下来，可能半点钟以内好，不要紧。你若有想要补动会使补，若无想要补嘛，不要紧吼，没关系啊。没有啦，真的没关系啦，不勉强啊。原来是有追推特啊，原来是从推特来的吗？好。那感谢你来，希望你以后常常来。以前你偶尔来，现在你可以天天来。我好像也没有天天开，但是你可以有开的时候常来。欢迎来接啦！这边可以当自己家。聊天室想要聊什么都可以。嗨，伊里，晚安，你好。那我倒是天天开，我尽量好不好？我也很想啊。真假的？我开你就来吗？我开你就来吗？那可以哦。其实有人建议我开那个工作台之类的，就可以常常看到大家。但是我有点不敢开，就是因为我想说，如果大家，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少去看别人的工作台啊，我会怕说大家如果就是觉得工作台没有那么有趣不来的话，我不知道同阶比较低会不会影响到演算法，我是真的不知道，所以。暂时就是不敢开工作台这样子，而且我其实蛮容易分心的，所以如果要我同时工作又要照顾到聊天室跟大家聊天，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对我这个其实意志力不怎么样，所以很怕分心。对，但如果真的有开绿茶老师或是各位观众都会来的话，那可以哦，因为我也想要冲一下收益化，我现在快500嘞，我现在不是400多吗？400多少？赶紧看一下，赶紧来看这440，怎么有喜提多一个，又多一个订阅，谢谢大家。对，也快500了啦。然后再来就是观看时数有到，好像就可以了。对，所以同阶要会动才行吗？嗨，斯洛姆你好，同阶要会动才算哦，所以是聊天室要有在动，这样才算真的，是不是？那我就再想一下。工作台不错，边做事边听边聊天。好了，我再想一下有没有哪些工作比较适合开工作台的。如果有的话，就来开看好了，看大家喜不喜欢，给大家试试看。好感觉工作台就比较适合冲一下那个观看时数，或是可以开耐久啦。我很怕开耐久，因为我要搞塞点，所以再看看。是也不一定，有动比较不会扣掉。OK， 所以如果他觉得你没在动，他可能会砍你时速，觉得你是假的在看这样子。理解。开工作抱怨吐槽台吗？不好吧？我有一部分工作是在剪大家的精华啊，我是怎样一边开然后一边骂案主给大家听吗？真的假的？就不是选这什么烂段落，这是要怎么剪？直接那个叫什么？直接就延上了，真的吗？好啦，我是知道有人有开类似的啦，有人有开工作台，然后就是有讲好会公开处刑，然后好像就有优惠价这样子。是有看过这样子，也是可以啦，蛮有趣的。像有些人就不怕被骂，我也是欢迎大家骂我。太棒了，听八卦，真的耶，大家赚到。好啦，我可以征求看看有没有人喜欢那个被我剪精华的同时又可以被骂的，就给个优惠价这样子，也许可以，再想想。好，这两个哪个比较好笑？其实我觉得，因为灵州宫，看起来是那个庙真的就叫这个名字哎，所以他就真的叫这个名字，所以他不是故意取来给大家笑的。所以我觉得还好，但是 Jessica 看起来就是故意在取。我们先这一个对决，我们先给 Jessica。这个算不算3重谐音啊？就是他有那个嘛，洗车杰西卡，然后还有 Jessica， 然后不知道 Jessica 是不是这是车 Jessica？ 不知道有没有想到这一层？这样的话算3重谐音，不错吧？真的吗？你会问候你的上司？我应该不行。问候我的案主吗？会啦。如果有一些那个常委托的人，很久没委托的时候，可以跟他打个招呼，说：“最近有没有要剪的啊？不然火柴要饿死了。”这样子。《西游记》以及《Just Do It》
这个是要选什么？选比较好笑的，应该吧？他其实也没有规定你要怎么选，但我想应该可以，就是选好笑的，或是选我比较喜欢的。对，对，大家也可以像伊藤绿茶这样子，就是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笑？你可以直接在这边讲，我会参考大家的意见，因为我其实是个没什么主见的人啦，我的选择障碍非常严重，所以要我果断的选择其实蛮难的。Just Do It 蛮常见的嘛，我觉得很多那个叫什么？那个我觉得夹娃娃机店很多都是用谐音梗在当招牌，我看到蛮多的，但突然要想，我有点想不起来。我想想啊，有什么很会夹？怎么办？都是这种。还有想想啊 ，Just Do It， 好像还有什么那个什么，我有看过有一家叫做善夹郎，就是擅长的善，夹娃娃的夹，然后听起来就像善掐郎这样子。对，就好像夹娃娃机店蛮爱用谐音梗招牌，还是其实不管什么店都很常用谐音梗招牌。这样说好像也对了。西游记也快玩烂了吗？如果是专门卖那个卖肾脏的美游记的啊，好像叫西游记就可以哦，就有梗啊。反正你买到的应该也不是活的嘛。我是说，如果是买来吃啦，不是那个买来给你装到身体里的哦，这个应该台面上不能卖哦。对，好，所以这个是油饭对不对？这个西游记是油饭，不是他写 barber shop 不是，他是剪头发的为什么啊？为什么剪头发要叫西游记啊？为什么？理发店叫西游记吗？他是梳油头特别厉害吗 ？Why, baby, why？ 好，那我们还是 just do it 好了，我觉得比较合理。就是台面下可以卖吗？没被抓到就没被就拿他没办法，我也没有说可以啊，我又没有说可以。好了，这个我比较喜欢 just do it， 不是艺人可以，别，卢广仲好赞哦，卢广仲很有画面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看到这个店的名字，我就可以想象有一个卤锅啦，在那边卤，然后就是附近就聚集了一群民众啊，准备排队要买这样子。卢广仲有料。嗨，雨辰，晚安，你好啊。等一下，你是不是不是常常？你是不是改名字啊？你昨天是不是叫另外一个名字啊？还是初见啊？应该不是吧？嗨，雨辰，你好。姑息养奸有出现在课本上吗？真的假的？为什么课本会有这个？没有改。我认错人。对不起，我记性非常差。有另一个是吗？原来如此。那代表我的台越来越大了啦，谢谢大家。变大台就会开始认不得大家了，非常合理。卢广仲会不会边卤边唱？对呀。不是，如果是本人来卤的话，有可能。看来该改了吗？真假的？你要为了我改名吗？这真是不好意思。虽然我知道有一些观众喜欢被自己的推4名啦，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所以也从来没有遇过这种要求，所以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要吧？真的要的话，也是可以哦。绿茶老师，你本名也是雨辰吗？宇宙星辰的宇辰不就同样2个字，一模一样。还好我没有要跟大家没有啦，我的本名就是陈火蛇。对，好，我觉得那个以我这个热爱谐音梗的标准来我再看一次吗？不一样差一个，那是叫宝盖头吗？是叫宝盖头吗？差一个宝盖头，原来如此。眼睛不好。等一下，眼睛不好，该换个眼睛这样视力应该比较好。好，我把眼睛张大，我们继续。好，
我觉得这个姑息养奸有点为取而取，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怎样？这个眼睛，你对我的新眼睛有什么不满吗？这个眼睛很棒啊，会晃呢，大家应该都喜欢吧？就是又大又圆，然后又会有这个物理可以摇晃的，这大家应该都很喜欢吧？太好了，现在我也有2颗又大又圆可以摇了，好赞哦！希望大家也喜欢。好看吧，好看吧，谢谢。太大眼睛会干掉吗？确实，我本人确实有干眼症，可能是剪片剪太多，但是已经没救了，所以没关系。好，我觉得这个姑息养奸就是有点为了谐音而去取，但是卢广仲的话就是它有一个完整的画面感，所以我比较喜欢。那我们就投右边，在吧？没错。好，我们就今天就用这个眼睛继续把它播完了啦。卢广仲写考没有啊，没有，不是什么意思？我从南天门捡到蓬莱东路，等一下，这是什么梗？从南天门捡到蓬莱东路，这是什么意思啊？没有听过哎。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路这样子啊，这个我没看过，这部我没看过，所以我不知道。不是这个我们缺企划是怎样啊？他这个图有点小，我念给大家听。他说“龙”这个字少几画，然后就是你如果跟着他数一数1、2、3、4、5、6、7，你就会发现缺7画。然后他就说：“没错，我们缺企划。”这也太有互动，这也太互动了吧？这是怎样啊？互动式广告吗？好像还蛮有料的。右边的话不知道我觉得有点太，对，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谐音是想要写什么吧？但我觉得这有点比较就太不礼貌了。你为什么要呛你的潜在客户呢？干嘛这样嘞？所以我们选左边。这种刚刚宫格好，用做不好，对啊。应该不太好吧？是我就会觉得是怎样啊？干嘛呛我？我就不去了。龟山岛吗？左边的事故率会蛮高，左边的事故率会变高，是说刚刚的那个因为要停下来看嘛。的确，停下来看太久，然后就车祸了。有可能。不是上次那个什么，上次那个台湾民2选1就有啊，就有一个人就是骑车骑一骑，然后就是看到好笑的招牌停下来看，然后就撞，好像也不是停下来看，反正就是分心，然后就撞安全岛还是怎样的。真的，大家骑车要小心，不要玩手机，不要看广告啊。可能还要空出一只手在算笔画吗？直接变成单手骑车，这也太危险了吧？确实是蛮危险的啊，我们还是。广告呢，还是让大家可以快速看完比较好，不然对这个行车安全还是有点影响。小米，你被瞪好特饼，因为你比较喜欢吃鲑鱼，这样子吗？确实，它看起来确实很好吃它那个图片看起来真的是晶莹剔透的鲑鱼。确实我没有很爱吃水饺。真假？你有吃过那个龟山岛？看起来很不错啊，看起来鱼很大块。虽然是120啦，但是都吃寿司了嘛，就是要有点预算才吃得了寿司吧。很角色，我觉得还好。好啦，龟山岛比较赞。你比较喜欢这个谐音，我以为您说它好吃嘞。连锁出的菜单吗？好像看得出来哦。这个荧幕好像看起来有点眼熟啊。虽然我也很少吃寿司，但是好像有看过这种的操作的那个荧幕。我觉得名字取得蛮好的。不行吧？右边不行吧？右边要确定要确定不好吧？
不好吧？好，这个不是，你怎么会拿什么什么狼跟什么什么仙比啊？那个价位有差吧？价位应该是有落差啦。这个如果比一比之后，觉得什么什么仙比较好吃，好像有点难过。左边不错吧？提款机不错不错。好，我们选左边。这年头也是有德国移民哈，的确，真的，这个要确定。出现了，我刚刚讲的嘛，善夹狼，没错，出现了。我就记得那张好像在网络上就有流传，果然大家会喜欢这种的。什么什么丸是最贵？我不知道哦，没有那么常吃寿司哦，我是真的不知道。5、6不能亡，它那个5为什么是武器的5啊？它是跟它的所在位置有关系吗？那个5是不是有料啊？我也觉得5、6不能亡不错蛮好笑的。你爸爸妈妈在听的歌哦，在座有谁常常听的，常常有听5566的人家说你们老啦，听到了没有？真的吗？5、6不能亡也是很老的梗吗？这句话有很老吗？没有吧？我不管，那我就偏要选右边。我觉得5、6不能亡很赞呢，很赞，好不好？但我也不是那个有参与到的年龄啦，我只是博学多闻，所以有听过。一定是这样。不是这个左边跟右边是怎样啊？怎么没听过啊？这句歌词是什么？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哎呀，我怎么会唱？没听过。你只听过这句话，小时候以为是政治标语吗？太好笑了吧！确实有像，确实有点像。少来，刚刚 Google 才知道是乐团，不可能吧？不是，身为一个活王仔，应该不可能不知道吧？就算很年轻。这个殡仪馆是冰店吗？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一题好头痛左右都有点不妙这个左右都有点不妙左边也太触眉头了吧？但是右边会不会得罪到我不知道这里有信教的朋友吗？我不知道你们对于这个有什么感觉？这个右边有点这样是可以的吗？这样没关系吗？我觉得左边右边都蛮好笑的。想选右边吗？我是觉得右边是蛮有意思的。冰冰棒的冰箱也可以，确定。偶尔会去做礼拜算吗？应该算吧。我从来没有去做过礼拜就是我对于天主教或基督教基本上是非常陌生的。但如果有去过教会的话，应该就算比我了解很多了。对。宁愿右边吗？右边单纯玩梗，好吧，就是说右边至少没有触到眉头这样子，然后这个谐音应该也算无伤大雅吧，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无伤大雅吧，应该是不会太怎么样。好啦，右边好像可以这种幽默感还是能接受的，确实，就是有人要拿我名字玩谐音梗，我也是 OK， 所以我想应该可以。凤梨酥好吃好。就冲着这个凤梨酥好吃，选右边应该是对的。鱼多甜吗？好像有听过这家店。鱼多甜吗？它可不可以？它如果叫鱼多甜光的话，应该会更好笑。但是它只有鱼多甜，少了一点，差一点，少了一点，少了就少那一点。确实啦，右边也要有听过才知道。唱 First Love 吗？左边台语谐音，所以选左边。真桃猫，不是都讲嘎桃猫吗？有讲真桃猫吗？我是没遇过。真的吗？为了台语谐音，所以选左边。好啦，右边因为那个少一个字给他扣分。少一点，差一点啊，差那个临门一脚。
给左边，给左边。哦，不是，这个也算是为了谐音而谐音吧？左边是理发厅还是煎饺？我不知道哎，他在2楼哎，你觉得会有煎饺店开在2楼吗？我觉得应该比较少。他刚写2F 嘛，所以我想应该是剪头发。哦，伊利领导是讲剪头章哦。对啦，有一首歌叫《查某囡仔》，也是讲剪头章啦。甲阮的长头章剪做地头章，所以剪头章好像有听过，好像有，至少我在歌里面听过。OK， 包手包脚是绑手绑脚吗？我不知道哎，好像没有听过包手包脚这个成语，但是听起来又好像是成语，好像是那一回事，好像蛮好笑的。若是理发厅的话，有点硬要，没关系，我们等一下那个还可以把它刷掉啊。郭台铭有连锁，真的假的？我是知道也有一家卖是鸡汤吧，也叫台鸡店，鸡是那个 G， 就是鸡肉的鸡，让它写一个 G， 好像也是连锁嘛，好像有看过。真的假的？这个郭台铭是连锁的。包手包脚是指刺青哦，包手知道啊，就是那个包手啊，所以它是这个意思。好。大家不是都说有包手的料理比较好吃吗？那他刚好也是卖吃的，那感觉很合理，该给吧？这该给吧？这可以给。好的，我们包手包脚，包手比较好吃，所以它的水饺应该不错。不是水饺吗？水饺吗？里面包的是，好，我们继续我觉得奇异博士不错啊，但是全家便利商店会不会被以为是那个啊？虽然看起来很明显啦，但是等一下，它是便利商店吗？还是它是夹娃娃机店啊？它是，它看起来不太像便利商店包可以说刺整只肢体嘛，也是制作的动词，所以合理。然后也是刺青厨师通常会说料理比较好吃，一石三鸟嘛，没错。啊，伊里怎么知道？它是以前的杂货店嘛，百货小商店嘛，干嘛点这种的啊？通常会出现在菜市场的那种小商店是吗？还是其实也不一定在菜市场啊？就是更以前的便利商店，确实什么杂货都会有嘛，这样子，然后还会有那种。哇，一包10块的冬瓜茶，而且它是用那个袋子装的，然后要刺一个吸管进去喝。大家有喝过那种冬瓜茶吗？超怀念，大家有喝过吗？这是我小时候的回忆耶。然后后来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从来没有看过那种东西。奇异博士如果是棋馆的话不错，应该是吧？看起来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下棋的棋馆没错哦。对呀，袋装的啊，就是算塑胶吗？就是还是算铝箔？它算铝箔吧，就是铝箔那种袋装。那种冬瓜茶洒出来不会有蚂蚁啊？那是代糖哦，真的假的？天哪，我小时候就喝过代糖，我都不知道Oh my god！ 对，很像太空包。对啊，那你们看过哦？太好了，好。怎么了？你也不知道是代糖吗？太shock了吧！对，类似洋芋片那种袋子没有错啊。减肥可以喝，好，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卖，我是很想喝啦，如果找得到的话。我小时候超级爱喝冬瓜茶的。好，这个对决我觉得要给奇异博士因为他很奇异。10年前的便当店还有看到吗？10年前我也还是个孩子那跟我小时候应该是类似的时间。哎呀，暴露年龄啦，对不起，我很年轻。对，左边是怎样啊？我就不念了，但是可以赏析一下，就是。它有一点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把那个夹娃娃机当成一门那个
当成一门技艺的话，就是当成一门那个叫什么、啊，一个特殊的技术的话，确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道吧，就有点像剑道、柔道这种感觉。也许可以把它称为夹道，那是一个给大家切磋研讨这个技术的地方，那还算合理。右边超好笑就是它叫做洗肾诊所，已经够好笑了。它甚至就是在洗肾的救命哦！救命哦！救命哦！还是被门吗？啊，原来如此吗？假手他人不错还是伊利你就开一间就叫假手他人。哇，这个洗肾诊所其实也可以叫西游记嘛，西游记这样子。好不行，我觉得这个洗肾诊所太强了，这个太强了，这个不用想。不是，怎么都这种的？右边这是怎样啊？喂，不要不要为了被假手去好，没事，我们继续。富华夜市其实好像不错Food Wow Yes 就是听起来介于有点像又蛮不像的那种，就是不是有那种古早笑话吗？就是什么在电梯里面放了一个屁，然后就问旁边的人说和平战争基金怎么讲，然后就什么 Peace War Fund， 就是有点像但又不怎么样，就有一个很微妙很尴尬的好笑程度，其实就是莫名的更好笑了，好像可以。右边我觉得不行有道理啦，只要不是情趣用品商店的话，用这种黄腔招牌都蛮烂。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蛮尴尬的，就是你能想象吗？如果你想要约你家人去吃饭，然后那个可能你的长辈就是你老爸好了啦，你老爸就说你要吃啥？他就说我们去韩老二吧。你爸会不会打死你？不要取这种招牌啦！不要取这种让人家很难带家人去吃的招牌啦！不要随便削减自己的客源，好不好？虽然我好像没资格讲我开的台内容也都是屎尿屁。20年前国语周刊讲的网路火新闻就有说 yes 是夜市吗？真的假的？我从来没听过是说火星文这个词其实也蛮老的吧？火星文这个词是不是也是10几年前20年了吗？20年前在讲的词。暴露年龄了，完蛋了。好，那绝对是选左边啊。火星文是你爸爸妈妈的流行，好像差不多。我的爸爸妈妈的流行也差不多是火星文。老板会上 Threads 公开自己怎么性骚扰求职女生，哇，太糟了吧？这么糟吗？那一定要打死他，一定要用那个法律的力量制裁他。Don't worry 吗 ？Don't worry 吗 ？Don't worry 吗？有点远呢，这个联想要有点远呢。查小一是插小一干嘛这样？干嘛都要取这种拍庆庆干嘛招牌都这么凶啊？这是骂导系的茶店吗？如果不是的话，就不需要这样子吧？还是不是？怎么感觉这家店你去点饮料，然后那个店员就会不理你，然后你就跟店员说，然后店员就会店员就会说，你为什么不帮他点餐？然后他的同事就会说，插小姨，真的假的？右边超凶是怎样啊？伊里是大家的爸爸妈妈吗？对，伊里妈妈10块，给我10块。绿茶选右边，是因为是台语谐音就比较赞吗？是因为台语比较高级吗？
我觉得有道理，台语比较高级，我们选这个。去找我爸要，好的，我爸是谁？欧拉夫爸爸，爸爸10块，好，等一下找他。积少化痰吗？不是，我怎么变爸爸了？是怎样啊？要也是当姐姐吧？是怎样？积少化痰感觉很不人道哎，就是你把一只母鸡的老公吃了，然后你还找他的就是寡妇鸡，找他来跟你好好谈谈，这样子是怎样啊？太不人道了吧！圣诞老人念出来就很好笑，那个字体大小念起来像古早笑话吗？确实有点像，会让人怀疑是 P 图哎，为了那个达成喜剧，故意 P 图的感觉。好吧，但是有道理耶，它好像不算谐音哦，其实严格说不算谐音，那没办法啦。哦，鸡嫂可以是卖鸡肉的鸡嫂，跟黑的其他色感换艺术，也是啦，有道理。哦，那这样子念吗？圣诞老人长期照顾中心，不是它的配色甚至是红色跟白色，哎，它的配色还是给你主打圣诞节色系，啊，你有没有看到它电线杆前面还有一棵树？嘿，那张树啊，有看到不？还有这圣诞树啦，那就是圣诞树，有没有？不知道他那个每年12月的时候会不会把他那个正好碎变成圣诞树，有没有可能？不是什么意思？我很适合去我绿色去那边干嘛？更有圣诞气氛。我去当树吗？我去当花圈吗？还是我要去当圣诞树？哎，可以耶！圣诞节我就来当圣诞树好了，好赞哦！感谢那个绿茶老师的提供，马上采用。圣诞节必备的色就是红白绿，真的哎，不是它就已经有啦，它的招牌就是红跟白啊，它还有一棵绿色的树啊，它已经完成了，它已经是红白绿没有错了。好啦，我们给左边啦，因为它才是谐音呢。彭于晏吗？彭于晏他有开在澎湖吗？不行，我要去查一下。如果他开在澎湖，我就会觉得他超赞；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会觉得他是在蹭澎湖。让我看看啊，他在澎湖哎，他真的在澎湖哎，彭于晏真的开在澎湖哎 ，Oh my god， 他在马公市啊。他真的在澎湖啊！不是，要知道彭于晏才懂，要知道流行乐才有。彭于晏已经是大家不知道的人了吗？不可能吧？右边的时效性有点冒险，确实，他确实比较有时效性一点。而且他原本其实我不会念韩语，但是我记得他其实念起来跟刺是不太一样哎。是特吧，好像是特，对，所以跟赤其实是差蛮远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空耳，然后打字都会打成阿帕刺，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对，当然是左边赢了啦，他开在澎湖，拿他没办法哎，一定是左边，这好强，好，哇，左边是怎样 ？Just beat it 吗？夹10币嘞，他可能真的投一次10块，而且他甚至他的捏他是直升机的阿帕契吗？真的假的？这个有点不大众吧？大家在那个就之前不是有个新闻是什么？有人参观然后还坐上阿帕契这件事情，在那个新闻出来之前，除非对军武小有研究，不然可能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吧。普罗大众不一定知道吧？左边这个应该是没有取得授权啦，直接用了人家的头，但还蛮有趣的。右边甚至有吉娃娃吗？真假的？
我没有特别看到他，我没有特别看他的图，但是真的有吉娃娃救命！有点硬要吗？确实是为了去谐音，特别放一只吉娃娃来。但是最近应该好像最近这几年大家都很喜欢吉娃娃系列梗图，或是放一些吉娃娃梗嘛。嗨，钟林，晚安，吃晚餐了没？吃了没？来，欢迎你来。哇，这有点难选哎，我喝个水好了。感觉到我的声音离我而去了，喝个水。真的吗？伊利有看过右边的广告吗？它是连锁的吗？好酷啊！选哪个嘞？好啦，吉娃娃蛮可爱的，我们还是这个吧。你 Are you OK？ 不是，那是另一首吧？喂，那是另一首我觉得北七底加还好呢，就看不出来是卖什么的。然后我不知道感觉好像去买就输了，你知道吗？同一个人是没错啦，不是感觉去买就输了你去买就北七底加就好像就被骂了这又是一个那个自动消减客源，不要这样，不要取这种喂。原来是关心我的喉咙吗？谢谢，原来是这个意思。回击 ，Are you OK？ Are you OK？ 回击这样也有压到这样也算双压吧。10之8九不错啊，我觉得10之8九真的蛮好笑，真的不如意的时候看了会笑就是如果我一天就过得很惨，有点 emo， 然后逛夜市逛一逛，然后看到人生不如意10之8九就好来吃那个烧烤吧，然后就去买10只这样子。我觉得不错啊，右边也有一点互动感，而且就确实10之8九不错，而且蛮便宜的，真的蛮便宜的，可以，会想买。余文乐是谁？等一下香港演员哇，我比较没在看港片，所以我不知道，所以我还真不知道。港星，原来如此，但他是日本料理呢。他是日本料理，他那个乐为什么还要用简体字嘞？是怎样啊？为什么？右边呢，同样也是日本料理，叫做没关系关东煮，我觉得蛮好笑的。好烂啊，就是有点废的。我好喜欢这种的，这没办法，一定选右边。不是普龙宫吗？真的吗？真的是庙吗？对啊，关东煮的确没有关系啊，就叫关东煮了，的确吧。这是真的庙吗？它是还没盖好拜完就变普龙宫。对，为什么取这个可是它有那个呢？它有写那个，这叫什么这可以叫对联吗？就是它有那个它有那个对联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要盖一间庙啊？好疑惑。全家对面我也觉得还不错。因为他真的在全家对面，除非有一天全家搬了，没关系啊，他搬了就改名啊。就如果全家搬了，然后来开一个火蛇早餐店，他就叫火蛇早餐对面啊，可以啊，可以还不错吧？只是要一直改就是了真的有这个神坛是真的可是他就可是他取这个名字应该不是故意要谐音的所以。还是不要拿来笑比较好吧？那一定是选全家对面。彰化社头原来如此。典狱长吗？典狱长地瓜园不是你是卖芋圆还是地瓜圆？你是卖
你是卖地瓜圆哎，但是你叫典狱长吗？还是他有卖芋圆？真的假的？是怎样？超赞吗？超赞感觉不错啊，感觉就是超赞的，有点难选啊。哦，听起来是典狱长退休之后出来开的。对呀，那你为什么不卖芋圆啊？你要卖芋圆的话，还有很多谐音可以用啊，什么芋圆柚子啊，还有什么芋圆副食啊，万象更新啊，什么加芋圆多一件。哎，我好会取哦，好哎，那个我已经打倒典狱长地瓜圆了，那我们就淘汰他吧。那这一题我们给超赞。怎么办？玩不完呢，太多了啦。Say dog 哦，是 say dog 哦，还是 set dog 是什么意思？是洗狗吗 ？Say dog，say dog， 但好像也有 set dog 的感觉，好像还不错啦，好像还不错。动包处吗？是动保处吗？左边不错哦，左边有那个多重的那个意义，感觉还不错。可这个叫什么？动这个字是念包还是宝啊？这个不好吧？他应该不是卖素的呢，他还有卖咸水鸡呢。他写什么锅物咸水鸡专卖？你把动物煮下去了，你还好意思叫动保处吗？不好吧？好，我们给 say dog。嘿，大叔，苍大叔，欢迎你来。晚安，晚安，吃晚餐了没？我在想我要吃什么，还在想，不是吴彦祖是怎样？他还打错字哎，喂，人家的名字不是人家店名的吴不是这个吴啊，你怎么自己把它改成口天吴了呢？为什么？对嘛，美容就 settle 嘛 ，settle 的那个有这层意思，对不对？我觉得贵格大宴卖 pen 不错啊。贵格大宴 my pen， 我觉得蛮好笑的。右边甚至不是招牌，哎，你说的有道理耶。好啦，我们还是有点原则，我们淘汰它。除非他是专门修电子笔的，那就没办法。哇，这好废到笑哎！掌声蛤蜊，好赞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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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真的专卖蛤蜊耶，批发零售哎。他甚至不是蛤蜊锅还是什么烤蛤蜊，没有，他就是真的在卖蛤蜊，超赞的。这个我没有抵抗力，我真的没有抵抗力，这个很可以。右边啊，五辉哥的第二，五辉哥，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不行，蛤蜊太强了。掌声蛤蜊那个肺感真的太完美了，我没办法，我一定选他。我就是看到，甚至我会为了这个就想要走进去。不是，怎么又是椰酥啊？为什么啊？不是，它是凤梨酥它里面有椰子的成分吗？哦，超灰搭的那个灰吗？内线交易是卖什么的？哦，卖水饺、云吞啊，那确实是可以叫内线交易啊，的确是内线交易啦，就是你买了他的水饺云吞，你确实买到了他的内线啦，是交易没有错，好像有料，好像确实也是有料，就有馅料了，当然嘛有料，对呀，为什么耶稣又有谐音梗了？椰渣哦，是脆脆的那个吗？脆脆的那个部分，还是椰果？椰果好像也可以耶，其实椰果加在里面听起来还不错。是好像不错啦。哦，所以它还有杏仁是吗？信奉耶稣，它甚至有杏仁是吗？如果它真的有这些材料的话，还不错我来查一下。它如果这些材料真的都有在里面的话，那其实蛮有意思的。他甚至把他的那个内容物都讲出来了，我来看看。没说呢。哦，不过它不是纯粹的那个好笑而已，它那个叫什么？它
他部分收益真的会拿去传福音呢？那他是真的是教友来开的吗？那可以，那蛮有意思的。外线交给三井寿，内线交给……等一下，这是名场面吗？我其实没有看过，所以我没有完整的看过，所以我不知道那个确切的台词。好啦，我觉得内线交易对我来说比较有画面，就是你确实是买了他的内线，确实是一种交易，好，蛮有意思的。我们给他。铁路大街，哦，开外线交易的话，就是日本那种外国红豆泥的那种饼，通常不会讲外线交易吧，就是一般的交易了吧。铁路大街是不是在那个啊？我记得铁路大街就是在火车站嘛，确实是铁路大街。可是我觉得那边没有路吧？哦，台中嘛，是台中哦，台中车站，好像有印象，确实有个车站有这个铁路大街。可是那里有路吗？那里没有路吧？那里没有路啊，对啊。巴蕊我也觉得还好呢。巴蕊是让人想到那个啦，很久以前的网路迷因啦，不是有什么把不起妹妹就八头的那个，大家有看过吗？那也是空耳，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是洗头吗？洗头然后扒了头。如果你是一个做脸的，然后有巴蕊，感觉就是做脸做一做就会扒你胖。用芭乐的芭跟花蕊的蕊，你不是水果店也不是花店，好啦，有道理。可是大家看到那种美容就喜欢来一点花朵嘛，香香的意象嘛，所以可理解。真的是莫桑比克治头痛的方法啊！是真的治头痛，好像有印象，好像有模糊的印象，好像有这回事。好难选，不知道他让我想起了那个影片，让我会心一笑，我们就姑且给他吧。好头打晕了就不痛了，真的把你打昏你就不会头痛了。没错，我每次头痛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喝咖啡，第二个就是睡觉。怎么这么冲突啊？对，那是我的，反正就是我喝咖啡，就是因为我没办法判断是不是因为那个咖啡因戒断导致的头痛，所以先喝再说，反正好喝一直喝。然后如果没用就开始睡觉，因为睡着的话就不会头痛了。聪明吧？谢霆锋，这也是蹭人家人名的嘛。我还是先别喝了，我不管啦，我等一下要再去买一杯。要么醒着，要么躺着。对，蛮极端的。不是我喝了咖啡，我还是能睡啊，只是会浅眠而已，但我还是能睡的，所以是个方法。至少对我来说是啊，可能我体质特殊吧，这也没办法。台积电但是跟我刚刚讲那个连锁的不一样。我觉得右边比较好，因为好像也没有比较好我想一下。好啦，右边因为它真的是卖鸡的店啦，所以叫台积电其实蛮合理的。但左边的话，他是想表达他给的蟹肉给的很丰富吗？所以叫谢霆锋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右边我好像比较有感觉，我会比较想走进去吃。可能我也不太吃螃蟹吧。右边不错哈，我也觉得右边不错。好久没吃那种让他给那种东西了，好久没吃。这个也都不错呢。但左边也是比较贬低啦，就是没有贬低他只是那个男人，可是就是念起来有点舌头有点困难啊，那个男人，有点嘲笑口音的嫌疑，而且那个蓝是怎样啊？那个蓝的部分在哪里？麻辣鸭血跟臭豆腐跟篮子好像没有感觉到很直接的关系。
但我觉得 Follow Me 不错，他确实还给了你那个小箭头，就跟你说跟着这里就可以找到肉哦。看起来应该是主要卖肉的嘛。我也想，不是，我也想当卖肉主播啊，夹东西的篮子哦，有道理耶，有道理耶。可是我很爱吃肉啦，所以我们选右边吧。好饿哦，好想吃肉哦。等下去看哀真实有什么肉可以吃。对啦，有道理啦，确实是那种卤味会有那种篮子嘛，那还蛮有画面的。卖肉主播好啊，拖，好啊，反正我现在有2颗又大又圆了，拖一下，会晃哦。救命哦！我看我离被编台也不远了嘛，应该也不远了。你要去全联，上次拿了便宜的和牛，这么好，真假的？和牛有便宜的吗？那就算打折也还是贵吧？你吃素吗？抱歉，可是连你都觉得 Follow Me 有点可爱了，那还不错吧？我这个2个都蛮强的哦。Wonderful， 这是，但那是什么啊？那是桌游店吗？玩的火是桌游店吗？我看一下啊，是卖什么的。玩的火真的耶，玩具店耶，日本玩具哦，不错呢。但我也觉得地方法院比较好笑一点，它确实是地方的处理头发的法院。我觉得右边比较可爱一点，我们选右边吧。酸盐酸鱼吗？这是酸菜鱼吗？确实听起来很像，就是很有研究嘛，酸盐酸鱼。比较喜欢右边那种废到笑嘛，但它好像不是桌游店呢，它好像就只是玩具店，不是桌游店，所以就觉得，左边情趣商店，但那也不是它的招牌吧？那是它的那个。虽然我不熟啦，我根本没去逛过啦，但是我知道它很有名的，就是它的那个外面的广告墙很常在换，然后都会放一些有的没有的梗这样子。对，那应该是它的，就是叫什么万圣节附近的广告吧。对啊，那也不是招牌啊，我的重点就是这个啊，它不是招牌呢。那只能选右边了，抱歉了。希望还有机会可以接到梦天堂的业配，请那个。梦天堂爸爸，不要因为这样就恨我，应该不会啦，谢谢。等一下，东尼大富，东尼大啊，东尼大木吗？拳击手吗？我不知道这个人欸，我想业配什么，有钱都好啊，有钱我就愿意业配啊。只是因为好像，只是因为好像那个情趣梦天堂大哥好像很常在找 VTuber 业配嘛。虽然我不是美少女啦，但是应该也是有机会吧。对啊，好想都去掉。右边是对我觉得脏话类的我都没有很喜欢。是长得很像周杰伦的是成人影片男星哦。因为我刚刚第一个 Google 是说，我 Google 第一个跳出来跟我说是前职业拳击手，后来成为了成人影片男明星，原来是这样子啊！哇，我觉得比单纯的脏话好一点。那我们选左边。嗨，银白，这不是台语超溜、幽默、风趣、多边形的宝箱怪陈火蛇吗？对，这就是台语超溜、幽默、风趣的多边形宝箱怪陈火蛇。你好，早安吗？你刚起床吗？没记错的话。
昨天12点左右，你说你还在上班，所以你是上大夜吗？啊，是这样子吗？好，我们继续。啊，是你爸爸妈妈跟你说的，好博学多闻哦。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人，我甚至要 Google 一下才知道。那好，大家都知识渊博哎。玉树临风成火蛇，为什么是这个成？为什么？你在提醒我要看清楚吗？啊，昨天大夜，难怪现在说早安，那难怪，你好，记得吃晚餐啊。苏巴拉西，蛮好笑的，但是鼻药好可爱啊，鼻药，它是什么？它就是药房，然后告诉大家它有鼻子药这样子吗？好像是可是它好可爱哦，我们选鼻药好了。是自动选字，合理。没大没小吗？我也觉得这两个都不错没大没小。可是你要宣传，不是应该要说每个都很大吗？你这样就暴露啦，你就告诉大家你的草莓有大的也有小的。我觉得这个原来如此的强他甚至连英文都，我觉得右边很强。原来如此 ，salt desu ka。他那个盐还可以变成 salt， 然后 salt desu ka， 太强了吧？太强了，我觉得很强这个强，真的强。啊，右边是不是盐的？有道理耶。那我来看一下，他是卖什么的他是卖什么的？他好像是卖，卖什么的他真的是卖盐的，他真的是卖盐的他好像是怎么查不到啊？真的是卖盐的，好像是好强哦。那拿他没办法，好，给他是对的。啊，文创商店，然后告诉你一些盐巴的知识，原来如此，好有料，没有问题。他说不定可以拿冠军啊！真的赢了。左边有点熟，但是寓意有道，这个就很那个啊，应该很多都会叫这个吧？可是它是招牌吗？它是它的店名吗？很多当铺行都会写那个吧，超级好借都会用这个类似这种的谐音的，好像比较常看到。右边是抖音世代出来开的吗？确实很有中国味啊，这个讲出来就很有那个感觉了。可它到底是卖什么？它就是卖牛奶系列饮料的。它招牌还有简体字它会不会根本就不是在台湾的店啊？让我看看，只好 Google 一下，不是根本就找不到啊！这根本就是中国网络流行语，只这样找根本就找不到吧？好，放弃，真的没办法知道它在哪。好啦，我们给左边啦，左边很在地啦，很有味道。右边是我可能也会不太想去。不是，小心滑倒是卖什么的？小心滑倒是卖珍珠奶茶的？他是卖珍珠奶茶的？那他为什么要叫小心滑倒？他是会把饮料洒出来这样子吗？为什么？但我觉得右边不错你们知道 gay 除了男同性恋的意思之外，它其实原本是有别的意思吗？ gay 原本的意思是快乐，就是你如果说，就是如果你说 I'm so gay 的话，也有可能是我很开心的意思。
确实吃盐酥鸡应该是会很开心吧，所以这个 I'm so gay 跟这个 I'm so gay 好像蛮合理的、啊，蛮合理的、啊，我觉得可以哦，这个可以哦，这个我很可以，我还有好像吃盐酥鸡，好烤杯吗？听起来好靠杯啊，不知道哎，他那个杯子的杯不知道重不重要哎，他是真的会拿杯子烤吗？但我觉得大家注意还不错呢。啊，在30年前还要用 We have a gay time 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那么近呢，我不知道是那么近的还有在用这个意思。我觉得大家注意不错哎，听起来有一个想要实现居住正义的愿景啊，希望大家住起来都很容易。没错，有那个寓意在，我觉得还不错。我们给他艺术家吗？艺术家，但看起来好贵哦，住不起。我觉得这个不错啊，加拉嘿加拉，那个不错，那个不错，那个不错。虽然没有取得授权，但是有声音，而且他还夹了一颗龙珠，这个拿他没办法。而且艺术家看起来好高级哦，我住不起耶，我住不起，所以我不要投他。啊，右边没听过吗？真的吗？这个就不是每个人都有看七龙珠，其实我也没看过，但是我知道它的主题曲。右边是要假装高级的吗？你说维基百科吗？啊，不，左边是假装高级。不是啊，你划龙舟里面有龙虾吗？有的话就不错哦。让我看看有没有。来，马上看它的菜单。哦，它很多选择哎。可是它没有龙虾呢。它没有龙虾呢。那还敢叫划龙舟啊？啊，艺术家是要假装高级的，有道理，确实有像，但也还是很贵吧。嗨，阿轰，安安，欢迎你来吃晚餐了没？划龙舟如果里面会有龙虾之类的，我就觉得还不错哎，但是有点可惜哎。哦，维基百科是怎么谐音呢？维基百科吧，是不是维基百科？但哎，我没想到还有喂好几百颗这个意思。那有料哦，而且你知道吗？它是吃到饱，所以如果你吃到饱很认真吃的话，确实是在胃里面尝试挤100颗没有错啊，确实是胃挤100颗啊，有点肠胃不适的感觉吗？不是，吃那个吃到饱，大家就是会吃到自己肚子痛啊，不是都这样吗？我觉得不错，对吧？吃到饱就有了吧？吃到饱确实是可以叫胃挤100颗吧？有料。会痛风？会啊，一定会。哇，益生菌也是有哎，那个寓意也是有呢。确实啊，运动有益身体健康啊，确实叫益生菌，益生菌是还蛮有道理。无吃歹腹肚，无算吃较饱，无唔对，就是这样没错，就是要吃到肚子痛才算啊，才算有去吃到饱啊。我觉得哥吉拉面还好哎。就是哥吉拉嘛，然后就哥吉拉面而已，我觉得还好。我觉得益生菌比较有那个谐音，比较有意思。其实我以前就有看过这个爱考爱对咯，然后我一直没有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我突然懂了，我今天开台突然懂了。原来是台语吗？爱考跟爱对咯，爱考爱对咯，啊！原来是爱考爱对咯！哇，我现在受到巨大的冲击，我从来没有 get 到哎，我现在突然 get 到哎，我还好今天有开这个台哦，救人！这个有料，恭喜我，谢谢，我解开人生一大疑惑。
就是之前就看到有人说这是一个谐音梗招牌，我一直没有懂谐音在哪里，我突然懂了 ，Oh my god！ 对我突然懂了，哇！但 So this 也是蛮好笑的 ，So this 其实也蛮好笑的哦，这好难选哦。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刻，我给他一点尊重，啊，纪念这一天，先选他。真的是恍然大悟哎 ！Oh my god！Beef noodle 吗？壁虎奴斗？怎么感觉是？虽然这样讲不太好，但是怎么感觉是会有 VTuber 取的名字啊？不是有蛮多 VTuber 都喜欢取一个大概可能4个字，然后又有一个谐音的。真的耶，今天是我的爱考爱对咯纪念日。Beef noodle 吗？我觉得还好哎，因为壁虎没有感觉到那个壁虎跟 beef noodle 的关系。诈骗机房好像可以啦，我记得也有卖炸物的摊子，就叫诈骗集团，好像也有，不知道是不是连锁，似乎有看过不止一间。还行，它确实是卖炸鸡的吧？感觉稍微有合乎主题，给他。怎么又是那个？怎么又是脏话的？不行呢。看到我就会不太想去。说真的，好吧。这个真的是完全无关那个支不支持哦。我现在讲真的，完全不关乎支不支持他，但是他的竞选的那个标语就有 good timing。我记得他那时候想要参选的时候，他那个有一些计程车上面就会有他的竞选广告啊，然后他就是写这个 good timing， 跟他的那个名字有谐音，其实是对，是他的竞选口号。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对，你也不去，如果就是跟我一样没有看他的政见，然后也没有去想支不支持他的话，这个谐音蛮有趣。我觉得比起右边这个单纯的就是一个台语脏话的谐音，我觉得比起来更有趣一点，所以给他吧。可爱乔古岛吗？太可爱了吧！可爱乔古岛，它的招牌甚至是那个老虎跟那个兔子，画风一样哎，可爱乔古岛哎。可是右边的 Follow Me 也蛮强的，怎么又是一个 Follow Me 啊？好吧，但我比较喜欢左边，因为那个可爱乔古岛真的有一点一样啊，就是有点废到笑的那个废感，非常的刚好，恰到好处啊，只好给他了。又出现了缺七话，又出现了奸臣吴三桂吗？这是卖珍贵的吗？这是卖珍贵的。对啊，乔古岛那只羊不见了，到底为什么？好像有人说过为什么，但我忘记了，是不是因为那个巧虎忘记带便当？不是。喂，哪个好啊？好啦，右边会造成那个交通事故啦，我们先淘汰它。耶，我们选完第一轮啦。因为人气不佳吗？就因为人气不佳吗？太残忍了吧！因为人气不佳，就把它当成巧虎的便当吗？真的假的？因为他爸是艺术家，对小朋友来说距离太远。你是说小朋友比较难找到共鸣，是不是？一般人生活中比较不会出现艺术家。好像有道理。大家注意，跟富华夜市，好啦，那个 Food Wow Yes 实在是有离比较远一点，那个发音是有差比较远一点。那我好像还是比较喜欢大家注意，而且它确实蛮巧妙的，它唤起了大家的注意，然后
也可以很快的 get 到他想要让大家住的容易一点，那我就选大家注意吧。哇，地方法院跟酸言酸语吗？拿这个当标准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但是我不怎么喜欢吃酸菜鱼，那个味道太强烈了，我没有办法。但是地方法院真的好可爱哦，只能选地方法院了吧？啊，你也没办法嘛，那个就是口味比较重啊。而且我也不吃辣，那个好像通常会加辣吧。我是不吃辣的，所以我其实也去了也没得吃，所以我应该是不会去吃。5、6不能玩跟龟山岛有点难选哎，这有点难选哎。让我喝一下水好了，你们提供一下你们的意见。这样会痛失酸菜鱼业配吗？有可能哎，我直接说我吃不惯，是不是就直接没机会啊？不是，找我业配的话，可以业配咖啡吧，或是一些好吃的甜点啊。我有机会的话，我比较想要接咖啡业配。我这个重度的咖啡成瘾者，应该比较适合接这种的。酸菜鱼也许我吃不了，但是我一天可以喝6杯咖啡，没有问题。哎，对，提拉米，对，哇，不愧是住在我衣柜的伊藤绿茶。没错，你居然记得我最爱吃提拉米苏。没错，我希望可以有。等一下，我应该有讲过吧？我应该有讲过我很爱提拉米苏，对吧？阿辉，我们上面都唔记啊？没有啊，我只是吃不起，但是我是愿意吃的，好不好？不是什么意思？我们家已经有酸菜鱼了，火蛇家里的酸菜鱼是这个梗吗？是这个梗吗？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好，我还是选不出来呢。龟山岛跟5、6不能玩，但我看不出这是卖什么的，不然我来查一下好了。我来看看，哦，它是早午餐啦。可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它的武是武器的武啊？为什么呢？它的路名也没有武啊，它的路名也5、6不能往。他那个5跟网，喝到胃酸过多就有酸菜鱼了吗？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怎么感觉这个武王庙吗？是这样吗？武王，附近好像也没看到呢。到底为什么？是这个武跟这个王？这是有什么特别的梗吗？好吧，好啦，有道理啦。右边他把那个鲑鱼叠得像山，确实是龟山岛啦。好，左边的那个谐音跟食物应该是没有直接关系。好，有道理，那就只能给右边胜出了。龟山岛，哇，吴彦祖跟内线交易吗？可能我对这种人名类的都还好吧，就是会想到有这个人没错啦，但是就是可能跟他捏他的那个人也没有到特别熟，所以就觉得还好，就觉得没有那么有趣。但是内线交易真的好有趣哦。就是真的哎，我去跟你买那个你的水饺云吞，真的是一种内线交易，没有错哎。那只能给他了吧？怎么感觉就是会在推特上滑废文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人写一篇什么，如果我跑去买水饺的话，算不算一种内线交易？感觉就会有这种废文出现。我觉得有中，我觉得我蛮喜欢这种的，给内线交易。真的查不太到不知道是不是单纯的5566迷，我也觉得有可能，感觉有可能是5566迷，然后就觉得这个梗不错就用了。好，再来，必要跟超赞吗？这两个类型也是蛮接近就是你也不能说他故意在谐音，但是念起来就蛮可爱的。
耀跟超赞吗？我觉得比耀比较可爱。对，比耀真的太可爱了，没错，真的是在撒娇呢。超赞就还好，就没有那么，它就只是个谐音，但是它没有让我觉得什么东西好可爱，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比耀的话有，好，那我就给比耀吧。哎，哇，是 Say-Dog、Set-Dog 跟台积电吗？好啦，这个 Say-Dog 就是有 Set-Dog 的感觉，然后也确实是 Say-Dog， 跟你 Dog Say 的，所以也是 Say-Dog。好像它有比较多重的谐音嘛，至少可以算3重谐音，对不对？我觉得没办法，3重谐音的话略胜一筹啊。这个台积电就只有2个，就是只有一这样不算3重哦，反正就是双重谐音，跟单纯的台积电一个谐音比起来的话，好像 Say-Dog 比较，我觉得更有趣一点。什么碧瑶虎高虾高没听过哎，是什么歌啊？好像也有点老哎。哇，台积电真的哎，是在台积无唔对呢，真的哎。好像有道理。如果他是现载温体机的话，那是真的拿他没办法，那就他赢了，那他就赢了啊。凤主耶稣跟杰西卡吗？它是以凤梨为主的，有椰子的酥嘛，跟杰西卡。好啦，杰西卡也是算双重谐音啦，虽然是我自己超译啦，是我自己过度解读出来的啦，但是它有那个嘛，把你的车洗得很干净嘛，杰西卡嘛，然后杰西卡嘛，然后杰西卡嘛，杰西卡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这个意思吧？不是，如果他的老板真的叫 Jessica 的话，我就认了，好不好？如果他的老板真的叫 Jessica 的话，我就给他。但是这是查得到的吗？这是查得到的吗？我有办法知道这件事情吗？我来找找看。等我一下，我来查查看。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评论之类的。老板、老板娘都很亲切。好吧，没有这种资讯呢。哦，真的，我看到了。有一条评论说，不是 Jessica 是英文名字吧？公司登记也不会写这个吧？不是，有一条评论说，老板娘 Jessica 人很好。喂，老板娘真的叫 Jessica？Oh my god！Oh my god！ 怎么输？怎么输？输不了啊！这怎么输？哦，给他了啦！太强了，这没办法哎，这没办法哎，看得我都想去给他洗了。真的赢了，真的赢了，真的赢了。虽然也有可能是取好店名之后去改英文名字，但是赢了，但是赢了，好强啊！好，我们继续。I'm so gay 盐酥鸡 vs 益生菌。可是你去练身体，你去重训跟那个，因为通常讲益生菌应该主要是跟那个肠道健康比较有直接关系嘛，所以虽然都是对身体的保健啦，但是我觉得还是稍微不一样，对，就是有点像同一个方向，但是不完全是同一件事情，就是益生菌跟你的练身体那个 gym 就是没有那么直接同一件事，但是盐酥鸡吃了你就会很快乐，你就可以直接大声说 I'm so gay， 这个好像我觉得可以说是直接有关系，而且它看起来蛮好吃的，我们就给盐酥鸡好了。I'm so gay, I'm so gay。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我比较爱吃这种不健康食物啊？单纯被这个食欲，单纯被这个贪婪的欲望牵着鼻子走了吗？对啊，应该是 I'm so gay 的台语吧 ，I'm so gay。对，但是我觉得它又就是真的吃了会很开心，所以更有直接连接一点，所以我特别喜欢。
盐酥鸡 bad， 没关系啊。如果你觉得吃盐酥鸡是什么很罪恶的行为，没关系，你可以把你的罪恶都给我。哎，可以，晚安啊，吃晚餐了没？火车啊，盐酥鸡那个无敌，哎，那个真的不错，那个真的不错。但是刚刚也有一个很猛的，刚刚有一个叫做那个杰西卡 Jessica 的洗车，老板娘真的叫 Jessica 哎，很猛哎，那也没办法哎，怎么输？啊，卢广仲跟 Just Do It 啊，好难选。可能因为我现在有点饿吧，所以我现在看到食物类的都很想选，而且我也比较少去夹娃娃机店，我觉得因为我很不会夹，所以我都是去送钱的，所以没什么在夹。Just Do It， 但是它有一种叫你赶快去夹，赶快进去夹那种感觉。但我觉得卢广仲他就有一个画面啊，就给我一个画面，就是有一锅卤味嘛，然后就有广大群众在旁边排队的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好可爱哦，所以我会比较想选卢广仲。还是我真的太贪吃，也是有可能。哇，爱考爱对咯，跟 Follow Me， 好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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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选。真假的？我的猫猫最可爱，没有玩过夹娃娃机店哦，真的假的？是可以体验一下啦，是可以体验一下啊，或是可以去消保夹，就是有时候人家那个保夹，就是人家投到，比如说什么保夹180已经投到160了，啊，他也没看，然后就留一个160在那边，那什么意思？就是你再多投20块，你就一定可以夹到啊。这种情况下，我就愿意去玩，还真的有遇到过类似的，所以那个大家如果没有很多闲钱，但是又想玩玩看的话，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这种没消到保夹的。大家可以去多消一下保夹哦，有消到保夹，你就等于是消保管，去消保夹的消保管。好烂哦，怎么会讲这种的？好啦，贪吗？没有贪吧，这是合法的，这是合法的，这又没怎样，这不算贪吧？这就是捡到就是我的。都怕夹不到就没玩，可能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真跟你说那是赌博，就有点怕啊。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呢，也是小时候都没有玩过，然后爸爸妈妈也说那是赌博，确实吧，确实算某种程度上算，但是因为它有保夹这个机制，所以以法律上来说，你也不能真的说它就是完全在赌博，所以它是合法可以营运的，对。但是它多少有一点那个赌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当然有些人就是有一些技巧啊，就是可以去甩夹子啊，或是反正就是有些人可以用高超的技巧把它夹出来嘛。但是现在很多机器也都有加装一些防止你运用技巧的装置，所以当然因为我没技巧，所以对我这种没技巧的人来说，就是在赌博。对，那当然也是有厉害的高手，那是另当别论，另当别论。反正对我这种人来说，就是在赌博，所以我就不太会去夹。没办法，没有能力就要认份了。好，韦小宝，怎么今天看了这个台，大家都很会想这些有的没有的谐音呢？好啦，这个虽然今天呢真的是这个爱考爱对咯，突然 get 到他在说什么的这个纪念日，但是爱考爱对咯，跟那个烤肉的关系还是稍微远了一点呢。但是 Follow Me 的话，确实你跟着那个箭头走就可以找到那一家店，所以确实是 Follow Me。那我还是投给 Follow Me 好了。看得好想吃肉啊，真是！哇，味极百科跟可爱乔古岛吗？啊，好吧，我觉得味极百科。因为它是吃到饱，所以它真的会让你在你的胃里面去挤100颗，所以这个有点强啊。这个认真联想一下的话，有点强。但是可爱乔古岛的话，就有趣啦，但是跟那个关系没有那么直接，所以味极百科还是比较巧妙一点。好，全家对面跟煎桃猫，它上面甚至有那个呢。理发店的那个转的那个
转转的那个，所以它确实是剪头发煎桃猫。现在是看到吃的就选吗？某种程度上好像是。可能我真的饿了，准备等一下吃晚餐了。我等一下要那个8点去搜刮那个65折的哀真实啊，看看有什么可以吃。附近也没有什么其他便宜的东西能吃啊，好可怜，只能吃这种东西。好，可是他那个煎桃沫，他不是卖煎的东西呢，他没有煎东西呢，也没有桃啊，可能剪头发的过程中会摸到你的头啦，但是关系稍微远了点。可是全家对面，它是面店吗？是面店吧？它是肉羹，应该是肉羹面吧？它是肉羹面吧？所以是面店没有错。所以全家对面蛮巧妙的，它确实是在全家对面的面店。那我们还是给全家对面吧。哇，不是吃的，不是煎的，不选，真的我们都选吃的。提款机跟掌声蛤蜊吗？提款机是卖什么？炸鸡吗？好像是炸鸡吧，还是咸水鸡？看不太出来呢。不晓得。可是我觉得掌声蛤蜊好可爱哦，听起来超好笑哎，很有声音，然后就很可爱啊！不行，这个废到笑。我对这种真的没有抵抗力，真的没有抵抗力。虽然它是看起来是蛤蜊批发，买了没办法直接吃，但是太可爱了，只好选它。哇，原来如此，太强了啦！那个假拉黑假拉就是七龙珠主题曲没错，但是跟夹娃娃机店的关系就没那么直接。可是原来如此，它就真的是卖盐的呢。而且它还有 sauce desu ka， 这个太强了，这只能给他只能给原来如此。哇，诈骗机房跟人生不如意10之89吗？因为人生不如意10之89，它真的是10之89元，真的很强，真的很强。这个也是右边太强，我觉得这个对决也是右边太强了，所以就虽然刚刚讲过了，但是再讲一次，就是如果今天真的很 emo 的时候，逛一逛，然后看到这个人生不如意10之89，你就会突然啊，真的耶，虽然我的人生过得不怎么样，但是这个10之89的那个烧烤，好听起来好像，虽然我不是数学家，但是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对吧？然后就会想吃了，那我们就选它吧。好。超级好借跟奸臣吴三桂，会不会其实现在很多人也不知道吴三桂是谁啊？10之89感觉很吵吗？确实，多久没看过那位女士的广告了？谁？等一下，谁呀？我们刚刚是选到了什么？突然忘记，失忆了。哪位女士的广告啊？谁呀？好，听起来很好啊！对，是女士，是广告，对，是她，很久没有嘞，真的很久没有嘞。可能她已经很红了，可以隐退了，我是不知道啦。我比较喜欢超级好借，因为就有一个很可爱。很土味，然后又就蛮可爱的。我应该比较喜欢超级好借。哇，奇异博士跟喜盛诊所吗？感觉下棋就会让人有那种很聪明的印象嘛，所以叫个奇异博士其实是还不错的。但是喜盛诊所怎么输？他不只是叫喜盛诊所，他就是真的在喜盛的呢。这个真的很强呢，这个一定得给他吧，这个一定得给他。哇，彭于晏跟丰胸画集吗？好吧，虽然刚刚说对于这种捏他人名的，我觉得都还好，可是彭于晏真的在澎湖哎，彭于晏真的开在澎湖哎。
而且它确实是卖鱼类料理耶，有点强哎。可是丰胸画集的那个吉娃娃，就是为了达成谐音被抓来凑的，所以我觉得彭于晏在这里好像赢了呢。大家觉得怎么样？因为丰胸画集，你不会丰胸完就变吉娃娃啊，应该不会吧？所以那个吉娃娃就是特别被抓来达成谐音的，有点刻意了。但是彭于晏好巧妙啊！我们给彭于晏好了。好，包手包脚跟 Good Timing， 有点难哦。如果再选吃的，会不会真的就是单纯就是太饿了这样子？什么丰胸完变吉娃娃，怎么有点吸引人？真的假的啊？太不受控制了吧？是怎样啊？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对吉娃娃出手呢？为什么？我觉得包手包脚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包手的料理好像比较好吃嘛，然后他确实有在包饺子嘛，对不对？大家好像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招牌上面有类似，那算什么？小笼包吗？还是蒸饺那样子的东西？所以确实是包手包脚，感觉不错呢。感觉不错呢，包手包脚不错呢。好，绝对不是因为真的太饿了。对，感觉包手包脚跟十之八九是可以合作的。好，想想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东尼大木是谁，我觉得这个有点就不是普罗大众会知道的，所以效果有限。虽然对于这种比较粗话台语粗话类的谐音招牌没那么喜欢啦，但是还是小赢一点吧，因为这确实也好像不算脏话。插小姨好吧，看了会想喝喝看。说真的，如果它可以是一间骂岛系的咖啡厅。如果它可以是骂岛系的女仆咖啡厅，叫这个名字的话好像不错呢。但它是普通手摇店，好吧。但是因为真的不知道东尼大木是谁，还要特别查一下才知道，所以只好先选右边好了。鸡少话谈跟没关系关东煮。不行，我觉得没关系。关东煮这种就是讲出来，我就会觉得太可爱了，很好笑。我对这种真的没有抵抗力，真的拿他没办法。虽然鸡少话谈也不错啦，感觉可以跟陶给牛开杠啦，但是没关系。关东煮好可爱啊！哎，我们已经到这么后面了吗？怎么已经出现味极百科了？刚刚大家对那个巴蕊都觉得还好，对不对？就还好，但是味极百科真的很强，真的很强。龟山岛跟鼻药，这个我觉得有点难选。龟山岛确实是蛮巧妙的，但是鼻药很赞呢，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故意要给你谐音呢，他看起来就是在大家还没有流行讲鼻药这种撒娇的东西出现之前，他应该就有了。然后他就单纯是在卖鼻子的药，但是某一天就被拍下来，因为听起来真的太可爱了，对吧？这种感觉吧，对，所以有点可惜吗？因为不是耳鼻喉科吗？但是他说是什么？他是原本鼻病专家什么什么诊所出来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是有可能原本有在耳鼻喉诊所工作吗？然后自己出来开吗？是这样子吗？我也不太知道，但我觉得蛮可爱的。同时也是会让大家不要想说什么扯火蛇，你就是肚子饿了都选吃的。为了避免大家这样认为，我们先选鼻药好了。哇，这两个都很强
地方法院跟内线交易，我都很喜欢呢。可是内线交易就是你会越想越对，你知道吗？就是你就自己再想一想，然后你就想想，真的哎，我去买水饺，我去买云吞，主要是要买那个内线，没有错吧？我有付钱给他，然后他有给我食物，这是一种交易，没错吧？对吧？真的是内线交易吧？越想越对劲，所以这个很强啊，给他，太强了啊！C Dog 跟 Follow Me 吗？好吧，因为 C Dog 它就也是有双重嘛，就是 C 的 Dog 还有改 C Dog 这样子，我觉得不错，会比较想给 C Dog。他有洗猫咪吗？突然想知道，他有在洗猫吗？如果在洗猫的话，就有点对猫不公平了吧？不对啊，通常宠物美容是不是也是狗的比较多啊？好像是哦。Hello， 你好吗？怎么会有花太太？你好啊，衷心感谢，珍重再见，花太太，你好，欢迎你来。吃饱没？吃饱没？花太太，可以叫做猫喜哦，猫喜吗？那感觉如果发生什么虐待动物的丑闻的话，不行哎，感觉不行。还在打游戏，你看已经几点，还不赶快出来吃饭？我也很饿啊，我必须要选完这个2选1才能去吃饭呢，而且还没有8点呢，8点之后，爱真实才有65折啊！最近不是有那个什么社会课本上面出现的那个什么乞丐超人时间表吗？那个很有用哎，那个可以教小孩吧？教小孩不要浪费食物，又可以拿到优惠，那个不错吧？那个没问题吧？那个蛮有趣的，这个确实很需要。我现在也已经成为乞丐超人的一员了。这2个我比较喜欢 C Dog， 我觉得比较可爱一点。哇，这也很强啊！卢广仲跟 I'm so gay，I'm so gay。好，怎么可以把你的时间表贴出来？这是大家的作息表被发现了。名字可能要换嘛？乞丐这个用词有点太强烈了。确实，如果把乞丐这个词，因为它是网络流行语啦，所以直接照搬的话，有些人会觉得对小朋友不太好，所以，但是概念本身 OK 吧，就是教大家不要浪费食物，然后没错，然后就是又可以取得优惠，蛮棒的。好啊，因为卢广仲没有跨语言，可是那个 I'm so gay，I'm so gay 是跨语言的。这个我觉得跨语言会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那个我偶尔会写一点那个饶舌的词，对，然后最近也有一个 Open Verse Challenge， 就是给大家写歌的接歌挑战这样子，然后有些人投稿内容就有跨语言押韵，我就觉得好有料我自己本来就也很喜欢这种的，所以这种跨语言的押韵啊，或是跨语言的谐音啊。就是会让我觉得格外有趣，所以这个要给他，给 I'm so gay。好，再来是大家注意跟 Jessica 不行呢，因为我现在知道那个老板娘真的叫 Jessica 之后，我就觉得好强哦，太强了，怎么输？这个没办法，只能给他啦，只能给 Jessica 啦。好，16强喽，快要可以吃饭了。16强，掌声蛤蜊，我觉得念出来就赢了。我对这种真的没抵抗力，就是听了就会很想给他一点掌声。住给你多少钱？敢不注意？不知道，我没查呢，说不定住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嘛。那也没办法。包手包脚，掌声蛤蜊，不行，我觉得念出来就真的好可爱，我会选它。
就是同时2间店出现在面前，我会走进左边那一家。彭于晏跟喜盛诊所吗？这个我就没有办法说2个同时出现在面前要走进哪一家了，还没有到需要喜盛，所以可是，好啦，因为那个彭于晏这家店没有找彭于晏这个人代言嘛，所以输了啦。就是喜盛诊所是真的在喜盛，但是彭于晏里面你可能遇不到彭于晏，所以这样一想的话，好像右边好像赢了哦，哇，再来是插小姨跟超级好借吗？哇，对吧？右边超赢吧，刚那个右边超强的。哇，这个我还是觉得右边比较赢就是刚刚说过的，那个看起来是普通手摇杯店，他那个店员应该是不会真的就是不理你，所以失败了。如果他是那种主打那种服务态度特别差，然后给那种喜欢这种业界奖励的人去的话，那就可以，好，我查一下，先查一下他的评论啦。万一他真的有这种服务嘞，好不好？万一他真的有这种服务，他就赢了，好不好？我来看看 Google 评论，让我看看哦。服务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最低评价。哇！店员都没表情，也不太讲话，跟我的饮料一样冰。店员态度差劲，然后有哇！下午3点左右去买饮料，一位女生站柜台，问她什么东西好喝，结果态度莫名其妙的差，眼神还用瞪的。有人说果真跟店名一样，真的是不要插小姨。哇，赢了！不是这样，人家会不会不开心啊？说我开台在讲这种东西。我们平衡报道好了啦，我们看一下最高评论说什么。最高评论说饮料好喝，然后说遇到的店员很客气。哇，难决定了。好啦，这没办法。这个，根据我刚刚认真看了一下他的评论，他的好评论大部分都是在说他的饮料本身很好喝，说店员服务态度好的好评论只有1个，但是他的差评大部分都是在说店员服务态度不好，他的差评倒是没有说饮料不好喝的。对，所以呢，由此可见呢，他就是提供骂导系或者是提供放置系服务，但是饮料好喝的店，那他是不是赢了？那个推荐给喜欢被瞪或是喜欢被凶的朋友，有吧？真的有这种客群吧？那没办法呢，他有做到他的店名呢。根据评论啦，我是没去过，但是根据评论有做到符合他的店名好啦，那就给左边吧。既然都这样说了，哈哈，应该有啦，哈哈。问就是故意的，哈哈。不然有机会我再看要不要去看，再跟大家说我的心得好了。救命啊！这2个类型也很像这2个都是念出来就会觉得哈哈，好可爱哦。没关系，关东煮 VS 人生不如意10之8九不行，10之8九这个价格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可是它如果涨价的话，这个店名是不是就不能用了？那它就只能变相涨价呢，它不能直接改变价格呢，它只能那个越来越小串而已呢。对呢，那我知道。我们来看它有没有涨价，让我看看。人生不如意10之8九，
哇，它甚至没有卖单只的，它没有卖单只的，你不能只买一只哎，你就只能10只这样买，你只能10只10副。它会涨价吗？我找不到它的店呢，我找不到它的店的评价呢。不对，我找不到它的 Google Map， 我没办法知道它有没有涨价呢。好吧。而且这两个都很那个都是在你低潮的时候可以给你鼓励呢。就是如果你今天过得不太顺，他就可以跟你说没关系，关东煮。但是如果你今天过得不如意，他也可以跟你说人生不如意10之8九。我不能都选吗？我觉得都好强哦。好啦，我觉得人生不如意10之8九好像比较有意思，可能因为念起来比较长嘛，就觉得很巧妙。而且你一看到你就知道价格了，那个关东煮你看了你还不知道价格，所以那个蛮强的吧？全家对面跟原来如此吗？稍早有讲过啦，这种跨语言的我真的是没有招架力。那个原来如此直接跨3个语言呢，就是原来如此以及那个 so desu ka，salt desu ka， 太强了，那个跨的语言太多了，只能选它了。哇！这两个也是跨语言的哈 ，say dog 跟 I'm so gay I'm so gay， 好啦，那个 say dog 跟 say 列 dog 跟 settle 它有3重意思，有3种意思稍微多一点啊，比 I'm so gay 跟 I'm so gay 只有2种比起来，这个好像比较强一点哦。哇，再来是维基百科跟 Jessica 这样都好强。好啦，真的要说的话 ，Jessica 就是名字的谐音梗。可是维基百科，它有那个，因为它是吃到饱，所以你真的会把你的胃挤爆它有这一层意思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会选它。好，再来是内线交易跟必要吗？好啦。必要是很可爱没有错，可是内线交易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他真的是在买内线，所以我们选他好了啦。哇，我们要到8强啦，这两个都好喜欢哦，难以割舍。但如果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谐音的话，我们就要给这种多语言的多一点尊重，只好选原来如此啦。好。再来是插小姨跟喜盛诊所，我觉得喜盛诊所比较有中我的点，因为他真的有喜盛，怎么会？人生不如意10之8九跟内线交易吗？我觉得人生不如意10之8九真的很强，因为你看到了你就知道价格了，它同时达成了很多目的，就是。它同时让你会心一笑，然后在你 emo 的夜晚给你鼓励，然后它同时告诉你它的价格，你就可以更轻易的走进去消费，所以好像这个比较强哦。再来是维基百科跟 Settle Say Dog， 不知道，我觉得，因为洗狗跟可是要涨价怎么办？没有啊，它应该就直接变相涨价，它就是越做越小串而已啊。应该只能用这种方式解决吧，只能这样了吧？我想他是会这样做啦。对，嗨子昌嗨，吃晚餐了没啊？吃了没？没错，就是这样。好，我们回到这个维基百科跟 C dog， 对，一根玉米变1颗玉米这样子，就是某一天会变1颗玉米。马卡喝价什么意思？你说比起鹅啊这种海鲜，你更喜欢吃狗吗？真的假的？我觉得你确实是把你的狗拿去 settle 没有错啦，但是 say dog 这件事本身，你到店里面你不会直接说dog， 应该不会吧？可是维基百科，你确实会在你的胃里面去努力挤很多颗啊，因为它是吃到饱啊。这个一切如此刚好。我会选它呢，我觉得维基百科比较强啊。哇，人生不如意10之8九跟原来如此吗？
好啦，确实，他如果只能变相涨价的话，会越吃越不开心。好强，好强哦，猫猫，你怎么可以想到这么强的？一串玉米粒吃了不如意，居然给我押韵，太强了。好强，不是，他如果这家店真的敢这样写的话，我就认了。就他如果真的涨价涨到只能给你一串玉米粒，然后他还故意给你这样写，还蛮好笑的。我 OK 耶，他制造这个娱乐效果，我就 OK 嘞。好啦，可是原来如此，他真的是卖盐的。他真的卖盐的同时，因为那个刚刚有说到嘛，就是他确实还会告诉你一些盐类的那个历史知识，所以你听了之后真的会觉得啊，原来如此，他是真的有呼应到他的这个名称。然后他同时又达成了这个多语言的 South Deska， 这个又达成了，这个太强。这个只能给他呢。好，我们再来是喜盛诊所跟卫吉百科吗？好啦，喜盛诊所就是喜盛啊，但是它没有太多的画面，然后没有那种非常刚好、非常巧妙的那叫什么？我们说要信达雅，虽然是翻译才要信达雅，但是如果你那个招牌啊，你同时又可以谐音的同时，你那个意义上也有那个一切都很刚好的话，就觉得哇，真的好巧妙。对，喜盛诊所好像还好，但是维基百科就很巧妙，它同时有这个维基百科的谐音，但它同时又真的，因为它是吃到饱，所以真的会让你挤好几百颗，所以给他。哇，最终决战啊！这个好像蛮明显的，就是因为原来如此，他跟你讲那个盐类历史知识的时候，你的确会觉得原来如此，你的确会觉得 so deska， 但是他同时又达成了3个语言的谐音，那这个真的没办法，这个真的太强，这个一定赢，这个一定选左边，这个太强了，这个真的太强了，那我们就选完了。耶！第1名果然是我们的，怎么可能？其他人的排名只给第8名吗？怎么可能？维基百科的排名也太后面了吧？怎么会？其他人给60名哎，怎么会啊？怎么会？喜盛诊所蛮前面的哦，这个我就没有很意外。人生不如意10之8九也蛮前面的，大家给他第6名。啊，内线交易才31名，怎么可能 ？C Dog 也好后面哦。我要来看看，大家的第1名是给 I'm so gay，I'm so gay 吗？是没有很意外啦，这个确实蛮有趣的。必要也好强哦，可以啊，可以看到其他人第1名啊，这里其他人的排名，马上来看大家给的排名，必要也蛮前面的哦，大家很喜欢全家对面呢。大家很喜欢全家对面啊！大家很喜欢被骂，是不是？欧拉夫爸爸10块，爸爸，我要吃不起挨真实了啊！10块好像也吃不到东西耶。欢迎爸爸来看台啊！这个你才刚到，我就准备要去抢挨真实了。嗨，老师吃饭了吗？吃晚餐了吗？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贵格大麦片好前面哦，他很喜欢这个，但是因为它不是招牌，所以我们在比较前面就先淘汰它。他原来如此，他怕你没有 get 到他还有给你那个英文名字 Salt Deska。可爱乔古岛也蛮前面的，确实蛮可爱的。快去抢啊！差不多了，等一下可以去抢了。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啦。今天就是带大家来看了那个上次开的时候没有机会看到的谐音梗招牌2选1，大家有喜欢吗？大家如果有喜欢看2选1的话，可以再跟我说，我们可以再看到什么有趣的2选1。之前比较多开的都是大家先做好的2选1啦，但是好像如果是我们来定一个主题，然后就是收集大家的投稿，然后再来让我选的话，好像也蛮有趣的。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因
如果你们觉得有趣的话，可以在聊天室跟我说一下，或是在我的 Discord 之类其他你们看得到的地方啊，不是你们看得到的地方，是我看得到的地方。对，你们可以在我看得到的地方跟我说。如果你们想要，我就可以来开，然后可能就是我就来定一下主题，然后给大家投稿这样子。然后大家投稿之后，我再请小帮手，或是我自己就是那个小帮手，来整理整理大家的投稿，我来选选，好像不错哦，好像不错哦。好像可以，那就再请大家表达一下有没有想要看这个台的啦。有的话就讲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谐音梗招牌2选1就到这里啦。那现在是礼拜4晚上8点，那大家记得明天5点有一只狸猫要采访我啊，它叫做狸屋 Zero。对，然后明天几点啊？我自己忘记几点，笑死，好烂啊！明天晚上7点啦，晚上7点，明天晚上7点会在那边，明天晚上7点，大家请去狸屋 Zero 的台，就可以看到他采访我啊。因为我最近做了一个街访系列，那偶尔也可以换我被采访一下。对，大家记得啊，明天晚上7点。那个狸屋 Zero 会来采访，看看我这段时间做这个街访企划的一些小心得、后日谈啊，对，就是这样子。好，大家记得去啊。好，那就这样子。那我要去抢I真实了，谢谢大家，大家再见，拜拜。